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疯就疯了？你们是怎么伺候你们家老爷的？回皇上，老爷自从前晚遇刺受了伤，就有些精神恍惚。昨儿召了太医院的蔡太医来瞧，说是没有大碍，休养几日便能好。可谁成想，昨日睡到半夜，老爷突然嚷着说心里燥热，在屋里大喊大叫，最后就是心疯了。皇上，年龄，你快看看，鳌拜患的是什么病？是。中堂大人，把手给我。皇上，中堂大人不是病，而是中了迷魂散之毒。迷魂散。索图，奴才在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赵鳌拜的日常起居和饮食，都是由他们鳌拜府的人自行照料的。奴才严格按照皇上的吩咐，从来都不插手。所以赵鳌拜什么时候中了迷魂散，这奴才完全不知道。李太医，这鳌拜的迷魂散之毒有解吗？恕臣无能，解不了此毒。哎，皇上，小心啊！万一有诈。无妨。中堂大人不仅心神俱失，还元气大伤，已无伤人之力。鳌拜，你可还认得朕？鳌拜，这是朕赏你的点心，吃吧。点心？对啊，你不是说你饿了吗？这是朕特意从御膳房里给你带的，快吃吧。大胆！不好吃，不好吃！我要吃好吃的点心。你去拿吧。我要吃好吃的点心。不好吃。李太医，中了迷魂散，可会丧失神智。皇上，从脉象上看，臣只能断定他中了迷魂散之毒。至于心智是否完全丧失，臣也不敢妄断。不过，臣有一个法子，只是这法子有些不妥，臣不敢善用。你尽管试，不管是什么办法，朕都准。臣遵旨。中堂大人，快起来，我这有好吃的。不好吃，你骗人，不吃。哼！中堂大人，我这有道门，你从门里钻过去，就能看到了。老爷不要啊！嘿，啊！你这道城门，本王一定要钻过去！勇士们，跟着本王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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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胜利啦！我们占领城门啦！皇上，看来中堂大人真的疯了。鳌拜曾经权倾天下，连朕都要忌惮3分。
纵然被朕打入了天牢，他也是桀骜不驯。如今连这胯下之辱都能忍，看来他是真的疯了。索通，奴才在，把鳌拜的家眷全部都送到刑部，一个一个审，必须给朕查出这下毒之人。这。 李太医，为什么不把鳌拜一下子解决了？这样不比把他毒疯了好，一了百了。不是我2次想要去暗杀他，都没能得手。不是你，那还能是谁？难道会是索额图？这件事情太过蹊跷，以后行事千万要小心，万不可声张。 你们就先退下吧。这是。鳌拜居然中了迷魂散之毒，可查出是谁下的毒？此事已经交给索额图去查办了。皇上，哀家知道你极为憎恨鳌拜，未免心太急了些。哦，皇祖母。 鳌拜中毒，并非是孙儿下的旨。不是你，那又是谁呢？索额图不是奉旨守卫吗？怎么还会让人得手？孙儿也觉得此事很蹊跷，会不会是鳌拜当初在侍卫中就埋伏了奸细，现在看鳌拜失了势，就不想再受他的挟持，所以就把鳌拜给毒疯了。鳌拜这一疯啊！ 他手上的情报线可就无处可查了。赠儿，你虽然除了鳌拜，从此大权在握，但你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，不可掉以轻心呢。皇祖母，请放心，孙儿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鳌拜已疯，所以咱们和联盟暂时都已经安全了。所以，我们没有必要继续追杀鳌拜，否则反而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让康熙怀疑。六师傅说的是，只是鳌拜已疯，我们查找内奸的线索又断了。究竟会是谁下的毒呢？鳌拜被一大堆家眷仆从环绕着，外头又有重兵把守，这个人居然还能有下毒的机会。 刑部已经调查好几天了，都没有调查出来鳌拜是怎么中的毒。难道真如李公公所言，是索额图下的毒？因为除了他也没有别人了。如果真的是索额图下的毒，那刑部再怎么查也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可是索额图为什么要毒疯鳌拜呢？你别忘了，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，当年索尼和鳌拜同为顾命大臣。 二人争权夺利10几年，仇怨极深。但索额图是一个官场老滑头，谨小慎微。他虽然很想除掉鳌拜，但他毕竟身负坚守鳌拜的职责，应该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擅自毒害鳌拜。索额图会不会是奉旨下毒呢？龙小弟啊，可是龙小弟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毒疯鳌拜呢？我也不清楚。 也许康熙是想告诉天下人，鳌拜这棵大树已经完全倒下了，逼着他的手下另寻出路，这样康熙就有可能接手鳌拜执掌的情报网络了。这个不太可能。康熙城府极深，既然忍气吞声跟鳌拜谈判了，应该不会这么快就改变主意出尔反尔。在这些大事上，还是大师兄分析得透彻。你们说毒疯鳌拜的人？ 会不会跟调包铜匣的人是一个人？有这个可能，而且这2件事不一定是一个人，有可能是一伙人。不知这伙人是什么来路，不仅对康熙和鳌拜了如指掌，
也熟悉我们的状况，甚至还能自由出入这大内深宫和重兵把守的鳌拜府邸。也不知这伙人是敌是友，是友，为何不与我们联手？是敌，又为何不向康熙举报我们呢？李公公来了。皇上有旨，宣丽嫔娘娘御书房觐见。妾身遵旨。公公，您是不是听错了？皇上从未在白天宣丽嫔去过御书房，只会让我去御书房笔墨伺候的。诗书姑娘，您说笑了。老奴虽然上了几岁年纪，可这耳朵还不背。皇上确实是宣丽嫔娘娘觐见。李公公，那您可知道皇上宣丽嫔去御书房所为何事啊？皇上在御书房批阅奏章，突然间脸色大变，拍案而起，然后就在御书房里走来走去，过了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，然后就命奴才来宣丽嫔娘娘。丽嫔娘娘，随老奴去吧。好。臣妾参见皇上，给皇上请安。文心，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皇上是批阅奏章乏了，宣臣妾过来对议几句吗？皇上怎么了？文心，朕宣你前来，是有一件事不得不告诉你。你爹他，我爹怎么了？兵部急报，山西总兵舒简在护送平西王次子吴应奇一行进京途中遭遇劫匪，永历的部分遗物被劫。疏文心，这已经不是一起普通的劫匪案，这背后牵扯到许多重大的机密。你爹现在还躺在案发地点附近的一个驿馆当中，不能移动。要是你爹他
那这些秘密都将随之掩埋。所以，朕已经决定立即前往山西面见你爹，调查这起劫案以及你爹举报的贪腐案。皇上要出京？是。为了不走漏风声，逼得那些幕后黑手铤而走险，杀死你爹，甚至在半路行刺朕只能悄悄出宫，微服私访。同时，为了了却你爹的心愿，朕打算带你一起出宫，让你们父女见上一面。臣妾也要去啊！怎么，你不想见你爹吗？哦不，当然愿意。臣妾当然想去见爹爹，只是这后宫嫔妃出京不合规矩，皇上这样偏爱臣妾，会让宫里其他嫔妃心生不平啊。你放心吧，一切有朕。朕已经打算好了，悄悄地出京，速去速回，随着宫里和朝廷上都不会有人知道。臣妾突闻爹爹遇刺垂危，早已心神大乱，一切但凭皇上做主。婉心啊，你先别难过，要是你爹真的有什么不测，那朕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臣妾谢皇上隆恩。太皇太后，您是知道的，这京城之外暗藏着多少危险啊！可皇上他为了速去速回，执意只带了少量的侍卫，微服出行。可这路上万一出了什么意外，这么重大的责任，奴才可担当不起啊！皇上呢，他是认为不可能在深宫中能体察民情啊，更不能够去治理天下呀。故此呢，他这次到山西微服私访，处置2桩大事，顺便呢再体察体察民情，哀家也赞同。好在此时鳌拜已经疯了，朝中的重臣们对皇上已经归心了，又有哀家坐镇，皇上呢悄悄出京几日，谅他也不至于闹出什么大乱子来。可是啊，就怕万一走漏风声，有居心叵测、胆大妄为之徒埋伏在出巡的路上，借机行刺皇上，那可就放心吧，哀家会下一道懿旨，就说皇上啊要陪哀家闭关1个月，诵经礼佛，为我大清祈福。知道皇上出宫离京的也就只有你我这几个人而已，你呢多挑几个得力之人，务必在暗中保护好皇上。若是出了差错，哀家就为你试问。这好了，等明儿一早一出宫，朕就摇身一变，变成钦差大臣龙三了。我看到皇上给自己下了道圣旨，封自己是钦差大臣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。想起谁了？不能说。少装可怜，没有外人在的时候，你的嘴上从来都是不把门的。那我说了，我想到了前朝著名的正德皇帝。他当时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，后来不停地给自己加封，直到最后自己篡了自己的位。你居然拿朕和正德那个昏君比！看，生气了吧？小心眼儿！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典故，就是想在肚子里腹诽一下。本来我不想说的啊，是你让我说的。你看，说完你就生气。正德这个皇帝啊，从来就没有认清身为皇帝的职责，他只是把皇帝当成了一个游戏，而把天下的人都当成游戏的筹码。他是朕的前车之鉴，朕是绝对不会效仿他的。朕写了这道圣旨，只是为了出宫查案方便。是，我的龙小弟是天底下最好的皇上，是个圣人，是个天子。那个正德就是个糊涂虫。
他连给我的龙小弟提鞋的份儿都不配，是不是啊？这话听着舒坦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哎呀，在这宫里啊，只有你和朕敢这么调笑。本来朕想到舒家命在旦夕，齐钥匙又不知道被谁给劫走了，朕的心情很是沉重。没想到跟你说笑两句，心情就轻松了下来。好了，有了这道圣旨，又有了这个如朕亲临的金牌，应该足以应付出宫以后的一切状况了。我来帮你保管。那可不行，你连自己都能弄丢了，我可不能把这个圣旨和金牌交给你这大马虎保管。看不起人是不是？在宫里你罩着我，但是出了宫以后，就是我罩着你了。哼哼，吹，使劲吹啊！大清朝吹牛不上税。给我，给不给我？第一次离开京城吧，外面的大千世界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新鲜啊？那当然了，紫禁城不过就是一个人工雕琢的弹丸之地，哪儿比得上这自然风光、秀丽景色呀？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。这个是新娘回门，是民间的风俗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外面的大千世界啊，可比你的紫禁城里面有趣多了。朕确实是大开眼界了。不过咱们可不能只顾着观光，还得抓紧赶路。这输送兵的伤势极重，随时有可能不治，朕得赶着见他最后一面。错了，你出了紫禁城就不能老说朕了，得说我。对，朕。说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来。那你当时冒充龙三侍卫骗我的时候，怎么谎话变得那么溜啊？也没见你说漏过啊。其实我当时也说漏嘴过，只不过呢，被我自己圆回来了，没发现而已。某些人啊，自诩聪明，其实笨得要死。反正这笔账我一直会记着的。好啊，那老大永远记着，小弟我也永远记着。前方路已坍塌，可能需要另辟路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好，你们2个人分头探查。这。那个不是纳赛吗？他们都乔装打扮成侍卫，一前一后的干嘛呀？索图啊，精选了30个大内高手在暗中保护我，我不许他们靠得太近，以免引人注意暴露身份。所以啊，就把他们分成了3组。一组在前探路，一组殿后。果然安排的妥当啊。索图以前只是被鳌拜打压得太狠了，所以不得不韬光养晦。其实啊，他还是挺有能力，对朕很忠心的。主子，前行30里非常安全，并无异常。只是前方有一座石桥，数月前被山洪给冲塌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绕行100里外的另一座石桥。绕行100里？是啊，既然这石桥是数月前就坍塌了，为何一直没有修复？这个，看这地界，应该还没有出顺天府的管辖区吧？这顺天府尹是干什么吃的？可能他们现在缺乏经费吧？缺乏经费？前阵子就有不少大臣上折子弹劾。说这个顺天府尹甘国泰，上个月借着给他老娘过70大寿，光是纯金打造的观音大士像就收了10几尊。现在轮到为百姓铺路修桥，他就没钱了。他少修一座桥不打紧，
可所有的行人就必须绕行100里，百姓们的不便，在他眼里就这么微不足道吗？是啊，主子。主子息怒。主子啊，别生气了。这出宫一路上啊，肯定会碰到很多宫里见不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你要是每件都生气，得生气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不如这样吧，你看啊，我把这条路上的每一件事都记录在册，等回京以后慢慢的处置，怎么样？是吧，索大人？是啊，是啊，世淑姑娘说的是啊，主子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事有缓急，待我先见过书剑以后，回京了之后再行处置吧。嗯。出发。啊，这主子，来，我们走。撤，撤。撤。六师傅，有什么急事需要现在商量？索图跟李公公服侍康熙小姐去了，很快就回来，我们要抓紧时间了。太子，机会难得，你看我们要不要在半路上把康熙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欢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我们和康熙是势不两立、不共戴天的仇敌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你别忘了，索额图现在还带着30个大内高手呢。那30个大内高手，我和太子、倾城3个人足以对付，而你和康熙同乘一车，若是由你出手偷袭的话，索额图他们根本就来不及救火。让我出手？不行，我下不了那个手。你下不了手也得下。朱哥哥，六师傅，康熙暂时还杀不得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康熙聪慧博学又很勤政，是我之大敌吗？是，但我们要推翻的是大清朝廷，而不是康熙一人。就算我们把康熙杀了，这清廷也会又换一个爱新觉罗氏的子孙来做皇帝。这天下还是大清的天下，对于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，并无实质性的帮助。而且，那样的话，我们的身份就会暴露。此前大家冒着生命危险才打开的局面，就前功尽弃了。但如果我们帮助康熙完成此次微服出巡，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有机会在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找到铜匣，也就有机会挑起康熙和吴三桂的进一步内斗，让他们两败俱伤。这才是光复我大明的上策。是啊是啊，六师傅，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朱哥哥比我说的明白嘛。师傅，我也赞成大师兄的策略。只有找到铜匣，取出了宝藏，我们才有实力聚合全天下光复大明的力量，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，才能完成大业。六师傅，你别怪薛姐姐嘛。我知道，你们一心想着为梅花门牺牲的几百口人报仇，可正是因为这样，咱们才更要顾全大局啊，对吧？师傅，既然你们3个都反对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去听太子的吧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如果书剑真的被救活了，倾城此去与他相见，万一被他识破，倾城乃是冒名顶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事已至此，担心也无用，也只能随机应变了。不过我觉得，书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未必能瞧出破绽。薛姐姐说的对。哎，朱哥哥，趁着康熙还没回来，你陪我去小河边洗洗手呗。好，走。朱哥哥，快！哇，朱哥哥！啊，朱哥哥，你
你可真厉害，说服了六师傅，让他不再刺杀龙小弟。我不愿意杀他，是权衡局势，从大局着想。但你呢？你不愿意杀他，只怕无关大局，是出于私心吧？哪儿来的什么私心啊？不是私心，那就是私情了。环妹，你对男女之事十分懵懂，我担心你跟他相处久了，你对他的感情，连你自己都没有察觉。朱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对他的感觉，他就是皇上啊！我只是不想失去一个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小弟罢了，跟你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亏咱俩还从小一起长大呢，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啊！好吧，那我暂且相信你吧。嗯。不过如果有一天让我发现你骗了我，我就改变主意，亲手杀了他。朱哥哥，你现在这样的眼神好恐怖啊！有人来了。老大，你洗个手怎么洗这么久啊？龙小弟，你过来啊，这儿的水可凉了。别光顾着玩了，书剑伤得那么重，恐怕撑不了几天了。咱们还是赶紧赶路吧。知道了。周子，咱们走吧。累死我了！之前在宫里处处小心，步步为营，都不敢喝我的野山葡萄酒。嘿，酒，来吧。哇，好爽！这个丫头一出宫兴致就这么好。环妹，环妹。环妹，环妹，开门啊！环妹，热死我了！哇，好热呀！环妹，环妹，怎么了？你准是喝醉了。以前就有这样的毛病，喜欢喝酒，偏偏呢酒量又不行，没喝几杯就醉了，一醉就会旁若无人的且歌且舞。肯定啊。是在宫里面憋坏了，这出宫啊，就跟撒了欢的马似的。环儿，环妹，开门啊！环儿，环妹，环儿，环妹。好，漂亮，好。姑娘，你下来唱，这3个就是你的了。环妹，快下来！简直是不成体统。花儿，别唱了，快进去。可是我还想唱歌呢。我唱歌好听吗？好听。再来一个。
我手上这对坠子就当个天头，如果你能让我兄弟高兴的话，嘿嘿，它就是你的了。好，继续唱给你们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如果这个耳坠您不喜欢，簪子也不喜欢，这儿还有金镯子哟。下来，姑娘，下来，这个就给你。快把梯子搬过来，快！哎，下来呀！别唱了，快进去！进去！都喜欢听我唱歌，对吧？对。再来一个。来，姑娘，也给你戴上。来，伸出手来。金镯子，我才不要什么金镯子呢！不要。这个不喜欢呐，没事，爷还有杨志毅的镯子呢。环妹，给我下！哎，小心，老爷！谁啊？你呀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搅爷的好事儿！你哪来的？搅你好事怎么了？啊！你再动我一下，我动你怎么了？找死啊你！啊！主子，住手！展开！怎么回事啊，老杨？这还是个高手呢。吃瘪了吧？啊？咱们是来办正事儿的，没必要节外生枝，争风吃醋。你看，走吧。啊，此言差矣，兄弟。现在不是争风吃醋的事儿了，是我面子的事儿。我要让他们知道这是谁的地盘，谁才是王法。爷就是王法。别叫！酒醒了之后，看着，看我怎么罚你。好，哎呦，公子，多有得罪了。我不知道这姑娘是您的丫头，要不您把她让给我，我给您1000两银子。我出2000两，我出3000两，滚！猪哥哥，哎，我那赛，咱们走。一欢，哎呦，你可算醒了。来，过来擦把脸，喝杯茶吧。薛姐姐，我昨天是不是喝多酒了？我没闹什么笑话吧？你昨天醉的是一塌糊涂，你都不知道啊？你都耍酒疯了呢！啊，不是吧？当然是真的。你走出了房间，又唱又跳的，引来了好多人围观，还有人要竞价买你，可把主子跟大师兄气坏了，主子还跟人家打了一架呢。完蛋了！所以啊，你以后别再喝那么多酒了。又香又甜的冰糖座。龙小弟，主子。这个喜欢吧？哎，猪哥，您再看看。都不理我找薛姐姐。这个龙小弟跟猪哥哥都太小气了，只不过喝多酒没干什么，一直不理我，至于吗？你呀，你还好意思抱怨？皇上这次微服私访，本就不想惊动任何人，你却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皇上长这么大，
大概是第一次为一个女人跟人打架。他是什么身份啊？连尊贵都不顾了，他心里当然气了。至于大师兄，你本就是他从小定亲的未婚妻，他心里肯定更气了。关键是我不知道那个野山葡萄酒后劲儿那么大，哎，喝的时候甜甜的，结果喝下去一会儿脑子就一片空白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欢儿，你平时任性妄为也就罢了，怎么在这个特殊时刻也不知道检点一下？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晚上我们大家有多担心你？万一你醉酒后一不小心泄露了大家的身份怎么办？还好你昨天晚上只是唱歌跳舞耍酒疯，没有说错话，不然这段时间我们所有人的苦心经营全都白费了。哦，花儿知错了，以后再也不贪杯了。大赛，义父，让他们去把马喂一喂，然后你再安排几个人四周警戒一下。这。啾！你干嘛不理我呀？以前是谁说的？无论我做了让你多不开心的事儿，你也不会不开心，也不会不理我的。如果说话不算数的话，那你就是小狗。少来这一套！你不是早就把我们小时候的情谊抛在脑后了吗？猪哥哥，你怎么又说这种话呀？你永远都是我的猪哥哥，我也永远都是你的欢妹妹。行了，你看，笑起来多好看，你刚才那样丑死了。你呀，就知道我心软，好欺负。四师傅有急事召唤，但是如果我这个时候离开，势必会引起康熙和索图的怀疑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去。如果康熙跟索额图问起来，你就说我因为你们都不理我，跟你们耍性子。好，快去快回。野欢，四师傅，哎呀，我想死你了！有没有小花啊？你呀，学艺不精，还敢偷偷溜出谷去，害得四师傅整天担心你。啊，太子呢？哦，他这会儿行动不方便。四师傅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舒剑的女儿舒婉心，她逃走了。啊？四师傅，啊，四师傅，什么事儿？舒姑娘的心疼病犯了。走，快！哎呀，啊！救命啊！怎么了，舒姑娘？师傅，我的心疼病犯了，求您救救我呀！救救我！心疼病？啊，要紧吗？严重，如果不救我，我会没命的。求您，赶紧找范神医救救我吧。当时你姨父不在谷中，我又不能违反规矩，把谷外的郎中带回谷中，我就只好驾马车，连夜带着舒婉心去谷外找郎中。撤！撤！哎，叶师傅，叶师傅，我肚子疼，让我下去，我要去方便一下。叶师傅，我肚子疼。哎呀，哎呀，谢谢叶师傅。哎呀。没想到他趁机逃跑了。这舒婉心出身于官宦之家，又不会武功，她是怎么从你手中逃走的？你知道的，四师傅有些迂腐，
把男女大防看得很重。她一个女孩子家要走得远远的去方便，我也不便跟着去查看。等我发现异常，赶紧去追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知道的，你四师傅是旱鸭子，不会游泳。那舒婉欣呢？她不会被淹死了吧？她虽然不会武功，但毕竟出身将门，不像普通的官宦人家女子那般娇弱。而且她从小长在江边，水性很好。当初晋王把她交给我看管时，曾把记载着她的背景资料也给过我，可我这还是被她装病时可怜的样子给骗了。没想到她借机会逃跑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下完了！这舒婉欣要是去报官的话，那六师傅和雪姐姐全都暴露了。说来也奇怪，这舒婉欣逃跑1个月了，官府那边居然毫无动静。舒婉欣没报官吗？我们也想不明白她没有报官的原因。但是，她极可能已回山西老家去找她父亲舒建了。据默生他们传来的消息，舒建现在伤得很重，但吊着一口气，估计是想见他女儿最后一面。幸好到今天，舒婉欣还未曾出现。哎呀，这下可完了！你说这康熙要去见舒建，这如果舒建真的跟舒婉欣见上了，那咱们全都暴露了。你们几个孩子潜伏宫中，出生入死，四师傅连这点小事都没办好。四师傅，您别这样说嘛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别责怪自己了。这样，我先回去把这个情况告诉朱哥哥，还有六师傅，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对策吧。好，现在呀，你们就想办法拖延时间，让康熙晚点去见舒建。我这边也抓紧时间去找舒婉欣，最好赶在他们父女相见之前把她找到，重新带回明珠谷。李太医，索大人啊，这世淑姑娘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她呀，她看我跟主子都不理她，觉得没趣，就赌气跑了。哼，是吗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人去找找她？哎，不用找，这丫头的脾气我了解，她就是故意使个小性子。这会儿啊，不知道在哪个林子里等着我们去找她呢，咱们就偏不去找她。她觉得自己这招不起作用了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啊，是吗？没想到世淑姑娘这么小孩子心性。哎呀，不过这天色不早了，主子又急着赶路，恐怕她这么耽搁时间，主子会不高兴的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走，她回来发现我们不在了，自然会跟上来的。那可不行。主子虽然着急赶路，可更担心世淑姑娘的安危。如果我们这样把她丢下走了，主子是不会答应的。也是啊。哎呀，你说她这跑哪儿去了呢？哎，对了，师傅，我忘了问你了，我们谷中排查内奸排查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咱这明珠谷中啊，有300多户人家，800多人口，都是大名士逃进谷中避难的。这些人来自5湖4海，身份十分复杂，一时很难查出。其实那个内奸跟我交过几次手，虽然他蒙着面，而且声音也做了变音，但是他的武功套路我感觉很熟悉。你居然和他交手了？就你那3脚猫功夫，也敢去抓内奸呢？哎呀，四师傅，看你的大惊小怪的样子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我有事就站不到你面前了。我只是觉得，这个内奸好几次跟我交手都可以杀了我，但他都手下留情，而且他的武功套路我那么熟悉，我有种预感，他一定是谷里的人，说不定还和我们很熟。四师傅，你一定要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爹，还有各位师长，大家好好想想谁最有这个可能。好，我一定转告晋王，但你以后千万不要再逞能了。我膝下没有女儿，只有默生一个儿子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拿你当亲闺女看待。你若有什么意外，我一定会很伤心的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四师傅，你放心吧。虽然我别的武功学的最差，但是我轻功好啊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先逃命呗。光复大明的大业虽然很重要，但在四师傅心中，你们这些孩子的性命更重要。四师傅，所有的师傅都认为光复大明是最重要的，也只有你了，最疼我们这些小辈。
不说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好。嗯。索图，主子，叶欢还没回来。是啊，这易欢姑娘还没有回来，我们要不要派人去找一找？不用找了，真是胡闹！我回来了，主子。哎呦，易欢姑娘，主子担心你的安全呢。左大人，这边请。哦，好，主子告退了。龙小弟，你还生气啊？你不理我吗？你不理我，从现在开始呢，到山西有几百里路，那你打算一路上都不理我了吗？龙小弟，龙小弟，怎么办啊？我的龙小弟不理我了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那好吧，李易欢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。那我问你，犯了什么罪啊？奴婢犯了贪吃罪、贪玩罪、贪杯罪。那你打算怎么赎罪啊？奴婢给主子唱首歌吧。如果主子笑了的话，就当原谅奴婢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你先唱来听听。好的，我现在就给您唱。嘻嘻嘻。主子听好了啊。江上舟摇，楼上燕巢。秋娘独语太娘娇，风又飘飘，雨又潇潇。何日归家兮可抛？影自生凋。心自相烧，流光容易把人抛。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李欢，你给我听着，你以后要是再跳舞给别的男人看，或者让别的男人看到你除了脸和手以外的地方，我饶不了你。哦，知道了。停！干嘛？过来交钱！慢点。怎么了？我们要过去。废什么话？到那边交钱。交钱。军爷，我们过路要交什么钱啊？要想过关，先交税钱。哦，税钱。怎么不走了？主子，这军爷说了，他要收您的过路钱啊。哎呀，过路钱，你们天天在这收吗？这位军爷，你这收的什么钱？关口要道，过往商旅一律上交税钱2吊。可我们不是商人，为什么还要交税费？不管你是做什么的，只要从我这路口过，就得交钱。这大清立国30余年，怎么没有听过这样的规矩？少给我啰嗦！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哼，看你像个贵公子模样，2吊钱拿不出来，不想出钱就别从我这过。好，这钱我出，不过你得告诉我，
是谁让你们在这收钱的？这是我们知县大人的命令，你还想怎么着？龙小爹，这一个小小的知县就敢巧立名目胡乱收费，再大点的官可了得呀！哎，回去告诉你们大人，就说他头上那顶乌纱帽很快就要保不住了，知道吗？我们知县大人，朝廷里有人，就你们，算哪根葱啊？我们算……行了，咱先别说了，别耽误了主子的正事儿啊！哎，把钱拿过来。这次出巡，看来真是出对了。哎，进城交税。军爷，你们这儿进城还交钱啊？交啊，每车5钱。每车收5钱？又怎么了？主子，这位军爷说了，进城的车辆收税，每车5钱银子。车辆进城也要交税啊？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王法？知州大人就是这儿的王法，这命令可是知州大人亲自下的。来吧，给钱，走。哎，你们呀，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王法。朕自入山西以来，一路所见，民多疾苦，而各地方官各自为政。朕一日行100余里，竟连遇3处关口，巧立名目收取税费。过往商旅都被迫缴纳所谓道路修补款项，贪污之风可见一斑。念及民生之苦，朕实不能寐。老大，都记下来了吗？放心吧，全记下来了。老大，你觉得我能算是一个好皇帝吗？你呀，马马虎虎吧。你别生气啊！你之前跟我说的，让我在你面前不能说假话，只能说真话的。要是你以前这么说的话，可能我还会不高兴。但是现在我不会了。你说的对，我确实只是一个马马虎虎的皇帝，离一个好皇帝还差得远呢，差得远呢。主子，这口井也是干的。进入山西以来，这旱情是越发的严重了。是啊。老人家，这口井也没水了。啊，这儿也没水了。哎呀，这可咋办呢？老汉带的水早就喝光了，此去我女儿家中，这还有10几里路呢。老人家，我这儿还有一壶水，你先拿去吧。多谢，多谢。老人家，此次的旱情涉及多大的范围啊？多大范围？这方圆数百里，5万顷土地，12万人口，颗粒无收，颗粒无收啊！我活了70岁了，这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一次旱情呢。哎，多谢啊！老人家慢走。主子，启禀主子，这个小村庄有几十户人家，房子都挺干净的，咱们借宿没问题。只是这村子人烟稀少，好多房子都空着，显得有些诡异。为什么？这些民房都好好的，有一些一看还是新翻修过的，怎么会没人住呢？是啊，房子是挺新的，就是没人住。也许这儿不久之前遭过匪患吧。这户院子里倒是有炊烟冒出来，应该有人，我去看看。
有人在吗？官爷不必再催了，老夫就是死也要死在自家老宅子里。不是官爷啊！老人家，我们是过路的外地商客，错过了宿头，能否在这里借宿一宿？房钱要多少，随便你开。不必给钱，我们这个村子什么都缺，缺水，缺粮食，缺人，就是不缺空房子。你随便住吧。老人家，此话怎讲？村民们都去哪儿了？我们这个村子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旱灾，村里只剩下一口老井，每晚能渗出一点点水来。但凡有点办法的，都出去投亲靠友了；没亲没友但还迈得动腿的，也都到外面去行乞逃生去了。哎呀，只有我这等老弱病残在这儿等死。可是官家还逼得我们……快，保护主子！这两个人好生眼熟，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主子，这两个就是那日在客栈里调戏世淑姑娘的人，其中那个领头的把总还被主子教训过。怎么回事啊，老杨？这还是个高手呢。吃瘪了吧？哦。干什么？我问你干什么？杨婆子，我还正纳闷呢，就凭你不敢抗命啊？原来是有这么一门富贵亲戚。裘老板，你可别牵连无辜，老夫哪儿来的这等富贵亲戚？他们都是过路的客商，在我家借住一宿，明天就得赶路的。路过的客商，让我瞧瞧。哎，咱们是见过的是吧？啊？哟，姑娘，你也在这儿呢，真是缘分呐！你是谁啊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那是在客栈喝醉了闹事，他就是被我教训的那个。哎呀，羞死人了！原来你还是个朝廷命官呀！那日你当众调戏我家的丫鬟，就已经失了体统，你还追到这个村子来，没完没了了是吗？你老杨，咱们今天来办正事儿的，你还穿着官服，收敛一点。也对，老子懒得理这些外乡人。几位，老子是来办公差的啊！杨婆子，怎么着？今儿个你是搬呢，还是不搬呢？不搬，老夫就是死也要死在我自己的房子里面。你敢公然抗命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老人家，你是不是将房子作价卖给了他们？卖给他们？客官，这房子是老夫夫家留下来的祖产，房子后面还有几亩良田，老夫家祖孙几代人就靠这点良田生活。如今虽然不幸遭遇了旱灾，可老夫也舍不得变卖这个祖产呐。这个裘老板仗着官府里有人，随便给了仨瓜俩枣碎银，就要强行圈走咱们整村的房田地呀！你闭嘴！老不死！裘老板给你安置费已经是大发慈悲了，你还敢在这里计较或多或少的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滚了你？行了行了，杨婆子，圈里的文书是巡抚衙门发的，你向几个过路的客商诉苦，有用吗？可是在下听说，顺治爷曾下过明诏，废止圈地。几位是读书人吧？啊，看着就像，带着那么一股子迂腐劲儿。古往今来，这皇帝总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但谁曾见过哪个王子犯法真与庶民同罪？
就算是在皇城根底下，那些王公大臣不也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圈地吗？皇上不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？几位是过路的客商，我劝你们别多管闲事。听清楚了吗，老太婆？明日一早，我就带人来这里破土强拆。届时你还没搬走的话，那我就把你埋在这破房子里。老夫就在这儿等着你们，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我自己的老宅子里面。巡抚衙门令，凡是胆敢公开对抗官府者，皆按谋反论处，格杀勿论。所以今天老子就是杀了你，也是在执行公务。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搬还是不搬？不搬。那明白了。你既然铁了心不搬了，那也好。那你今天晚上就吃得饱饱的，免得明天做个饿死鬼啊！呸！看什么看？小心我把你双眼给挖出来！哟，瞧瞧，富商家的丫鬟都不一样，脾气这么大，挖我眼珠子？来来，挖，退下！干什么？真想打架呀？看清楚，爷可是巡抚大人的直属亲兵，你们要是真敢跟我动手的话，那就是造反！来呀！老杨，几位，老杨，这几个人呢，出言不凡，气度也不凡，像是有些身份的，别节外生枝。先回去，啊，先回去。走，几位请吧。梁魔子，到底搬还是不搬？你可要想清楚了。诸位，告辞。哎，主子，这几个混账东西不给他们点教训啊？这些都是虾兵蟹将，没用的。